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32集。我是小张。这集咱要来讨论一个真实用的字。这个字，咱台湾人拢安怎读？伫教育部的网站顶悬有记录3个音，应该爱讲4个，因为第一个读音内底佫分作2种，会使读作经，嘛会使读作见。第2种的读音爱读作经，第3种的读音爱读作敬。除了这3个读音以外，敢也佫有别种的读音，咱今日就要来讲清楚、说分明。一开始，咱先来讨论教育部建议的第1种读音。这个字会使读作经，嘛会使读作见。是安怎小张要来讲这？因为伫台语黑白讲第31集内底，小张就捌讲过这个观念。伊甲 A 是互混的一对韵母，但是有人甲小张建议讲互混无适当，所以小张即马就来改。伊甲 A 会使互相转韵，这个字就是一个上好的例，会使读作经，嘛会使读作见。伫台湾闽南语内底，除了有7声8调，也佫有真侪转韵的规则，确实较复杂、较歹学。咱开始讲今日的主题。台湾人有看到 A 读作 B 的习惯，敢有影安尼？还是小张在黑白乱讲？这个字就是一个上好的代表。这个字应该读作好、白、切，读作黑。但是咱台湾人看到这个字，拢会甲读作乌。其实这字乌的本字应该写作安尼。这是咱今日要来讲的第一例。小张要搁再举2个例，是安怎要搁再举2个例？因为无三不成礼嘛，咱台湾人就是这教礼数。咱继续来讲第2个例，这本叫做啥？这本会使读作书，嘛会使读作书，但是咱台湾人闽南语的使用者，若是看到这本，拢会甲读作册。这字册是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文字，伫公文内底有记录是入声字，读作粗、结、切、粗、结、切。是运册记录的音，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记录另外一个音，读作册，咱台湾人拢读作册。这字册安怎用法？读册、看册、小张册拢读袂晓，都是用这字册。不知不觉中间，咱若是看到字，拢甲读作册。咱继续来讲第3个例，这是啥物物件？这个物件读作菇，花菇的菇。但是咱台湾人闽南语的使用者，若是看到这个物件，拢会甲读作鼎。这字鼎是甲骨文时代就已经有的文字，伫唐韵甲集韵内底有记录，刀、挺、切，读作鼎。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记录这个音，神煞阁有记录白话音，读作鼎。咱台湾人就是拢读作鼎。伫咱台湾。不管是大口鼎还是细口鼎，深还是浅，有坎挂还是无坎挂，咱拢甲读作鼎。搁一摆证明，伫咱台湾确实有看到 A 读作 B 的这个现象。咱即马来做一个整理，拄则小张有举3个例，咱台湾闽南语的使用者，若是看到黑，就会读作乌；若是看到猪，就会读作册；若是看到菇，就会读作鼎。即摆问题来啊！咱若是看到鸡，会读作啥？咱继续甲看落。咱台湾人若是看到鸡，就会甲读作鼓。有啥物证据？咱来甲看卖咧。泉州南音三更鼓，这个更鼓就是古早时代咧拍更用的鼓。敢泉州有这种的用法？伫咱台湾江蕙嘛捌唱过一条歌，叫做五更鼓。这个五更鼓是古词古曲，源自福建。除了这2条歌，敢也佫有别款的证据？当然嘛有，请听我慢慢说来。咱即马来看百度百科，中国大陆的网站安怎介绍五鼓。古早时代用鼓拍更报时，所以叫做五更、五鼓或五夜。五更就是五鼓。咱的祖先闽南语的使用者，若是看到鸡，就会甲读作鼓。是安怎咱的祖先看到鸡会甲读作鼓？
原因真简单，因为伫真古早的时代，咱的祖先敢若有结果这个讲法，根本就无拍筋的讲法。敢安呢？拍筋是当时才开始出现的。小张捌查过，是明清小说才开始有拍筋这个讲法。咱即摆来探讨另外一个问题：古早人无时钟，若要知影时间如何报时？一般来讲，拢有鼓楼甲钟楼，这是地方政府报时所用的设备。真侪庙寺内底嘛拢有鼓甲钟，所以这个鼓甲钟就是上古早、上原始报时的工具。伫咱台湾的民间有喊鼓甲走钟这两种的讲法。真有可能就是因为古早报时间报了灯台，才产生的讲法。但是这两种的讲法都无文献，所以小张嘛唔敢确定。各位若是捌去过北京佚佗，一定捌去过因的鼓楼甲钟楼，规模真大。但是讲到规模，小张认为有另外一个所在的规模搁较大。这个所在就是13条的古都西安。西安的鼓楼甲钟楼已经有600几年的历史，但是小张认为保留搁较完整。小张伫这个所在要来强调一个观念：更是时间的单位，真正咧报时的是鼓甲钟。咱的祖先伫真古早以前，暗时听到的就是鼓声。咱即马来查拍筋的文献，伫先秦两汉的范围内查无文献，刷落来伫汉代之后。咱若是甲查拍筋这两字出现8摆，但是这8摆拢伫明清小说内底。伫这个所在，咱就看会出来，拍筋这两字其实是近代的讲法。伫汉代进前的文献，拢写作弄钟结鼓。伫这个所在，小张简单整理一张表，倒边这排是古早的用字，中这排是近代的用字。正边这排是咱台湾人现代的读音，咱的读音嘛是按照古早字在读，真有可能这字经就互咱读作鼓。台湾人看到经读作鼓，这个讲法若成立，咱就爱来讨论鼓的用法。上接用到的，就是如果是你，如果就有这两种的写法，文献内底拢有。搁再讲，搁再来，就是写作安尼。你搁较水，嘛无比林志玲较水，搁较就会使写作安尼。咱即马来读第一篇的文献，浅见之家，乌啼一书，便言衣着，而不识真假，虽得善风，犹国求无益，以小刚气质。咱读到遮就好。伫这篇文献内底有两个重点：第一，小刚气质，这4个字内底，刚甲日是相对应的。所以刚就是日，这句话就是一个上好的证明。第二个重点，如果就写伫这个所在，有另外一个写法会使写作安尼。咱即马就来看第2篇的文献。明日如果照字文字，如果就写伫这个所在，两种的写法拢有文献，无大紧，各拢是上古文献的支持。咱即马来举例，如果是你，如果无文献，各加黑白乱讲，如果就是这个用法。刷落来，咱来读第3篇的文献。太上卿前奏，请再拜。博士以太上卿退入以后，皇帝再拜。太上卿又前奏，请搁再拜。皇帝又再拜。搁再拜，就写伫这个所在。咱来讲例句，搁再来，搁再讲，就是这个用法。咱来讲第3种的用法，搁卡。这字比较的较，敢会使读作卡？伫教育部的网站内底有记录，白话音确实会使读作卡。要来读这篇文献进前，咱爱先来介绍这位作者胡盈。这个人是5代时期的文学家、医学家甲政治家。政治方面，伊做甲宰相，实在有够厉害。这个人正港的顶尖之辈。这篇文献，咱来甲读看卖咧。若论万国来调日，比并多山搁较多。第一个重点，比并嘛会使读作比拼，人甲人的比拼，就会使写作安尼。搁较就写伫这个所在，咱来举例。搁较无道理、无文献，伊嘛敢黑白乱讲，伊拢讲是因阿公教的。
咱来讲结论。第一，台湾人有看到 A 甲读作 B 的现象，校长有记载来说明。第二，咱拢唔知影讲台湾人看到鸡会甲读作狗，因为古早时代暗时就是用狗在报时。第三，古早报时的设备就是鼓楼甲钟楼，拍鸡是近代的讲法。第四，这几种的写法甲用法拢有文献的支持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